生代表李文軒同學。好好笑。有請上高智班畢業生代表鄧海佑同學。有請下高智班畢業生代表鄭文樂同學。唔該，鐘牧師，請鐘牧師繼續留步，同時有請李文軒副主席、袁海光校監、李善校董會主席、梁偉良校董、李炳輝堂主任為畢業生頒發畢業禮物。先請高勤班同學為我哋讀出畢業同學嘅名單。楊卓依、葉瑾宇、陳朗嘉、黃欣朗、黃遠信，仲有我許夏欣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劉子南、郭欣琪、陳詠彤、李文軒、呂燕軒，仲有我范子傑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黃曉晨、譚振偉、葉俊生、梁雨晴，仲有我葉錦怡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李泰妍、周詠蘭、陳希賢、譚俊軒，仲有我廖子希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恭喜以上嘅畢業生，請鐘牧師、李文軒副主席及原校監繼續留步。
唔該，一眾嘉賓請就座。繼續有請陳以棣傳道、毛燕妮董事、鄧宇文校董為畢業生頒發畢業禮物。先請上高智同學為我哋讀出畢業同學嘅名單。童宇軒、葉浩俊、蔡曉文、黃子悅、周展慶，仲有我鄧海入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今次成功咗了，但我天遊過去跟人，仲有我唔知啊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黃俊凱、許思文、黎子輝、陳偉樂，仲有我黃思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陳思軒、馬思希、葉曉晴、何慧儀，仲有我胡春格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恭喜以上嘅畢業生，請嘉賓繼續留步為下高智畢業生頒發畢業禮物。繼續有請下高智同學為我哋讀出畢業嘅名單。羅永超、楊家榮、黃立謙、歐陽欣興、謝文樂，仲有我黃家偉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黃萬之、陳希彤、車禮恩、易中健，仲有我鍾欣平。請畢業生與嘉賓一同合照。
與嘉賓一同合照。恭喜以上嘅畢業生，我哋俾啲熱烈嘅掌聲佢哋啦！唔該，一眾嘉賓及離美同校長。